啊，即係陽光普照啊，睇到左邊嘅係國旗紅石台，右邊嘅係堅尼地城，正面嘅係西高山，下邊摩星嶺一路望過去就係平洲啊、大嶼山啦。我哋今日嘅行程感恩啊，仲一齊好天，好天啊！拍片係咪？拍片啊！今日行西高山，西高山係啊，跟住又再行去中環啦係嚇，望佢翻去紐西蘭大展宏圖，就行完桃花運啦嚇。桃花運。係啊，大家身體健康啊！好，隨緣隨喜隨意就得啦。去到邊度啊？即係呢個係市政局嘅香港山頂，一般平民都可以上嚟嘅，又可以揸車行路啦。係。落去中環咧，1小時就可以翻屋企啦。嗯。等先。喺呢度。上。接近500啫。係，好少嘢。都係大帽山嘅一半。係。一口氣上西高山，出山。停，一口氣爆上去。一口氣啊！係。啊，唔好俾佢停啊！有氣就好，堅持到底。係。啱唔錯。多卡啊，多卡平平喺面。黑飯食。你幾開始？自己開始多啊！有個人工嘅。嗰啲膠咧，嗰啲膠圈嗰啲大嗰啲。青衣啦，大帽山啦，再嘅大帽山，今日嘅西高山。係。